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6，诗篇89篇50安尼讲：耶和华，这个天要学习你的奇事，伫圣者的会中，要学习你的信实。三甲来祈祷，我要学习你的奇事，甲信实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一切万物，掌管一切万物，赐福今仔敬畏你的百姓，会信实上帝。主啊！你是带百姓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进迦南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伫前有要将人吞灭的红海，后有凶猛要灭命的队兵，伫进无步、退无路的绝望中，主啊！你施行奇事，予百姓来经历你的信实。主啊！伫阮的境遇中，阮虽然也会拄着济困境甲艰难，总是你要引带阮来安宁经过。主啊！这个天要学习你的奇事，伫圣者的会中，要学习你的信实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